为了好囡仔自细汉都有交通安全的意识，所以当市警局特别邀请这些小朋友，甲因装扮成小小警察，除了教互因任务，体验交通警察的工作，其中嘛透过伫酒醉目镜来感受行路会偏，会危害交通安全，千万唔通酒后开车以外。其中有每天嘛亲自到场陪小小警察过马路。来宣导优先停留行人，以人为本的交通文化。借着这样的宣导，能够让小朋友在从小时候就能够把交通安全的观念、安全走路、安全骑车、安全驾车的观念深植人心，让他们能够以后内化成为他们行为的一部分。不要等到长大了开始接罚单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说从小开始。当然，所有的小小警察，不是只有今仔日体验，嘛希望因回去厝，将伫营队所学的，甲厝内大人讲，协助宣导。我们就有小孩子从小就灌输他正确的观念。其实我们交通事故很多的噪音，在我们执法跟工程之外，很多是个人的因素所引起。所以说，个人因素我们从小建立起他的正确的观念，而且可以由小孩子来影响大人的驾驶行为、正确的观念，我们让道路上更加的安全。会后其中每天嘛以颁发结婚的徽章，代表因通过4大交通安全关卡，嘛成为交通安全的小尖兵。台湾新闻古文集采访报道。